同款是伫咧高雄小港的沿海一路，则因为拢是货柜车咧走，为了顾到过路人安全，去年底有伫其中的2个路口设庇护岛。不是我讲，才过2个多月，就已经互人弄失解，主要拢是因为食酒塞车甲细神所造成的。 汽车来到长兴街口，准备倒弯沿海一路，煞直直弄到过路线边仔的行人庇护岛。事发第27高雄小港区，汽车车头拢弄歹去。左转沿海一路南向行驶时，疑似为行至路口中心处提早左切，导致其不慎撞上行人庇护岛，造成其手部受伤。 这毋是单一事件，15嘛有汽车驾驶因为一时无注意，弄到同一个庇护岛，倒来到事故现场，预到透早沿海一路车流量大，而且真侪大车，互民众过马路的时阵心惊惊。为着提升行人的安全，高市府去年12月底伫其中2个路口设庇护岛，但民众感觉效果无好。没有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还是有车会往那边过去啊。 庇护岛的反光岛标已经弄歪去。根据统计，2个庇护岛设置才2个多月，总共已经互汽车弄到7摆，引起外界讨论。交通局表示，主要原因是驾驶习惯无好。最主要都是驾驶人可能有酒驾、晃神啊，或者是有切西瓜这样的一个驾驶行为所致哈。尤其是从支道出来在转弯的时候，因为转弯太急，用切西瓜这样的一个驾驶行为而撞击到庇护岛。驾驶人因不熟悉路况未注意自撞行人庇护岛，公务局将邀请交通局一同会勘。公务局表示会邀请交通局做伙会勘，确认敢有需要改善。交通局甲警方等单位嘛提醒，驾驶经过路口应该减速，以导引线驶并注意路况，以免事故发生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